哇哦！依家嘅話，我係所在融創嘅一期嘅一個海景單位啦。我哋咧可以睇得到呢間單位佢係朝南向嘅，一線望海嘅，冇任何遮擋啦。咁落樓嘅話就係呢邊嘅沙灘啦。不過呢個小區咧，主要嚟講佢嘅樓下嘅商業配套咧。其實對於十里銀灘嚟講嘅話，嗰邊會比較成熟啲啦。呢邊嘅商業配套其實主要以簡單度假為主咯。下面都有嘅新鮮超市嘅。不過咧，超市嚟講同埋嘅便利店呢邊咧係冇三期咁成熟。咁多選擇咯。咁我哋咧喺一落樓就係沙灘啦，都係到沙灘呢邊落去2分鐘可以到達。咁依間呢間單位嘅話，佢係51方嘅，可以睇得到。佢呢個露台嘅話，落嚟都有8個方左右啦。開間呢邊都有2.1米嘅。咁露台呢邊都可以擺一個小作台啦。然之後都可以望得到呢邊嘅海景。同埋房間呢邊咧，其實最開始呢個業主咧，佢係交俾酒店託管嘅，相當於其實裏邊嘅所有嘅家私都係同一酒店嘅配置啦。因為呢個業主，因為呢個小區嚟講都係開發得比較早期，所以其實呢個業主咧，佢係相當係2013-14年到而家都已經差唔多有10幾年嘅一個路齡啦。所以房屋裏邊其實佢相當於嚟講嘅保養都係 OK 嘅。咁呢邊嘅所有嘅配置，其實開發商其實業主呢邊都會俾到新嘅業主你可以揀呢邊嘅作台或者係床，到時後期自己買都 OK。咁開發商呢邊嘅話，佢最開始嘅交樓標準係其實洗手台啦，同埋嘅佢嘅廁所啦，同埋嘅沖涼嘅地方啦，呢邊全部都係當其時開發商嘅一個交標嘅。同埋呢邊嘅一個熱水爐啦，同埋最開始呢個單位其實一入嚟咧，開發商都係做咗一個南北對流嘅一個單位啦，包括嘅呢個廚房都有做一個開放式嘅一個廚房，都係一個簡單度假形式為主。咁我哋再睇到呢間單位嘅一個海景，其實瞓覺呢邊，包括在床呢邊、sofa 呢邊都可以望得到海。咁主要嚟講呢個景觀咧。188000蚊，其實咧，佢呢個單位對比於新樓嚟講，當然啦，新樓嘅小區嘅樓齡，包括嗰個品質咧，會比呢啲比較高嘅小區嚟講嘅環境會好啲。不過呢個海景188000蚊，相當於都係非常之低，因為其實過咗橋之外，去到蒜苗灣、商業灣嗰啲嘅交通位置咧，會對比於融創呢邊嚟講咧。嗰邊嘅交通位置會比較唔方便啲啦，咁呢邊咧佢係比較方便啲嘅，因為你直接從嘅前面嘅巴車啦，過嚟呢邊啦，大致都係7-8分鐘，可以從十里銀灘呢邊過嚟，十里銀灘呢邊都有接駁巴士去到深圳，同埋咧我哋都有一個業主買咗呢邊。佢當其時都係講咁呢邊到早晨8點鐘咧，係有一部大巴車可以直接車你去到呢個鎮上嘅市場嘅，都可以買餸嘅。咁都相當嘅方便嘅。咁前面呢邊嘅話，可以睇得到佢都有一條綠道啦，可以去到就係到下晝嘅時候都可以散步啦，行到前面一直。到融創靠前面嘅位置，包括佢連接到合正東部灣嘅嗰個位置嘅。咁我哋再睇下入門呢個位置嘅一個大致嘅情況。咁其實呢個單位咧，佢係一個南北對流，包括咧我哋可以睇得到對面呢個山景啦。咁山景呢邊都係從入嚟小區嘅一條路啦。咁下面呢邊嘅話，譬如話你揸車，其實在下面呢個位置，包括下面都有停車場可以泊車嘅位置啦。包括下面都有啲嘅餐廳已經全部開晒嘅，海鮮餐廳啦，同埋本地嘅海鮮菜之類嘅啦。係如果對於十里銀灘，包括蒜苗灣、商業灣有任何問題嘅觀眾朋友，都可以隨時聯繫丹丹。呢期視頻講解到呢邊。